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有一句笑话话，讲若是交杯医生巴肚做药毒，若是交杯牛贩啊，就爱徛山牛。这个意思是讲，若交到歹朋友，拢全一寡有空无顺的反效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陪，交陪陪，读保为陪第五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陪本地意思是搁在天图，或者是天花板的意思。另外嘛有帮赞、帮助和同伴的含义。咱近代较常用到意思就是接待，像讲陪食、陪酒，也就是陪伴人食物件，或者是啉烧酒。若陪伴坐车，就是陪坐；陪伴送别，就是陪送。若是讲互人接待，搁再回礼，也就是陪对。带大家同齐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交陪，这意思就是应酬和人来往，卖当讲是交结。小话意思也有伴暖。第二个词就是拄则讲到的陪对，也就是回礼，人甲人互相来去，特别是讲到好歹事、搬新厝，互相送礼、互相来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足后和人交陪，本来是需要陪对，伊拢会对较到。也毋过人讲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鼎可无灶，莫怪伊无存啥物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陪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